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斗阵来学台语白话字。接下来这集呢，咱要来讲即个台语的注音咱来看觅咧咱台语的注音呢拢总有即17个拢总有即17个咱若清单甲列出来呢，大概有遮我先念一届b、p、m、b、d、t、n、l、g、k、n、g、h、z、ch、s、z 大概有即几个注音啦这呢，咱若是用 IPA 的符号来写呢大概是安尼当然咱学员若是对 IPA 无熟，无要紧，这你着甲跳过。简单讲呢，咱即个台语的即个白话字，伊的符号甲咱即个 IPA 伊的类似度是真悬啦差有9成5以上是真类似的是真一致的接下来呢，咱着要来讲即个白话字，伊即个主音伊的字母生做啥款要怎发音啦大先呢，咱要学即字咱台语读做 b b 你若是华语的 b p m 内底即个是读做 b 无送气这是无送气的 b 玻璃 b玻璃 b 咱做来念一下b 玻璃的 b 玻璃 b 真好来，咱搁听一届b 玻璃 b 玻璃 b 共款呢，咱伫学即个台语的罗马字有一个美角，咱伫学罗马字的时阵呢，毋好搁伫遐注即个华语的 b p m， 也是讲搁伫遐注汉字迄加花尔咱尽量就是用全罗马字的学习法罗马字有罗马字学习法咱着像安尼，咱着甲念加念几届，自然就会记起来即字就是读做 b 若是即字呢加一个 h 起哩读做啥？读做 p 有送气有送气的 p 咱台语白话字真有规律你若是伫即个读音伊的正边就是伊的后壁啦加一个 h 起哩，就是一律拢变做有送气。送气就是你的喙伫发音的时阵，空气会为你的喙遐呢较济怎喷出来这叫做送气p 海波浪的 p 这读做 p 来，咱即摆呢来念看觅伊讲 p 海波浪的 p 波浪 p 就是海波浪的 p 这是有送气的波浪的 p 也是讲波涛的 p 这呢真侪人可能会感觉真怪奇啦，伊讲即个 p 敢毋是读做 p 敢毋是有送气为虾米咱台语呢即个 p 读做 b ph 才读做 p， 真侪人会感觉怪怪，讲这是毋是甲英语会单火气会揽毋着伊？其实毋是，咱会有即个误会，是因为咱以前英语老师无甲咱教清楚，无甲咱交代清楚。认真讲呢，咱先来讲 IPA 国际音标啦IPA 这国际音标是全世界语言学家伫用的一套符号啦伊咧研究语言的时阵呢，伊用即套符号来咧标记全世界的语言。伫即个 IPA 内底呢P 即字呢是清读音啦 ，is voiceless 的一个清读音读做 b 这读做 b， 甲咱台语的 b 是一模一样的。若一个上漂的 h 呢伊的正边顶头遐有一个 h 伫 IPA 内底是送气的意思啦。伊是一个 aspirated 的一个即个清音是送气的清音啦。
咱伫白话字内底拄仔甲写做 ph，咱无搁用送标，直接就甲写做 ph 安尼，ph 是送去的坡啦，若是 v 呢，即字是无落音的无，是 voiced consonant，落音的无，这呢，真侪人会误会，误会讲，p 应该读做坡v 呢爱读做波，清音的波，其实安尼观念是错误的，迄是互啥物人害着的呢？一方面是互 KK 音标误导，过来一方面嘛，迄个中国的汉语拼音去甲误导去的啦。认真讲呢，咱的白话字是较符合 IPA 啦，咱来举例一个啦，比如英语内底呢，pie 甲 spy 即两个词 ，pie 譬如讲 American pie，啥物美国鸡卵糕啦，pie，即个时阵呢 ，p 伊若放伫音节的头前，伊自然就会送气出来。若是放伫 s 后壁呢，spy 自然无送气，这是英语的特色。也就是讲，放伫头前自然送气，放伫 s 后壁自然无送气。对讲英语的人来讲呢，伫遮即个读音有送气甲无送气，伊无区分，毋是独立的音素啦。因听袂出伊的无共啊，因为伊是自然的反应。伫英语内底呢，p 甲 b 两个是共一个音素尔，是一个音素的变体啦。等于伊对美国人来讲呢，伊听起来即两音拢共款，但是对咱台语，咱有区分送气甲无送气的即个语言呢，其实咱听起来是无共的，因为 p 甲 b 对咱来讲是两个独立的音素啦。所以呢，伫即个咱台语的时阵 ，b 就是甲 spy 即个 b 是共的啦。英语伊若 s 后壁自然就无送气，是 b 的音啦。其他的例呢，你像 k 嘛共款，比如讲 sky 嘛是有即个现象 ，sky 有送气 ，sky 即个时歌是无送气，读做歌无送气。过来你像讲 t、top、stop，t 呢，伊若放伫头前嘛是有送气，放伫 s 后壁就无送气。即种现象呢，伫英语内底伊算较特别。伊 PTK 伊有时有送气，有时无送气，因为伊毋是独立的音素，但是伫咱台语内底是独立的音素。所以呢，伫国际音标内底呢，人用 P 拢是有时当做是 b 的音啦。若要送气，则去加一个 h，变做 p 啦。所以咱白话字是甲 IP 的一致的。所以咱毋好误会讲即个 P 一定着爱读做 p， 毋是，迄是受着 KK 音标的影响。即个英语老师无甲咱讲得清楚。所以爱记住，即个读做 p，P 呢读做 b， 伫英语内底嘛有发 b 的时阵啦。所以这咱爱知影所以这是 PTK 即三个较特别过来，即个 M 呢这是啥？头毛的毛毛，这读做毛M 头毛这是毛的音啦即个较无啥物大问题啦毛头毛的毛头毛的毛头毛毛毛毛咱就爱甲练习加念几届过来，即个 B A B C 的 B 即个呢咱爱注意伫 IPA 国际音标，或者是伫咱台语白话字，即个是读做落音的无，这是落音的咱落音呢，伫越南话嘛有，伫印尼话嘛有这是落音的。但是呢，伫中国话内底拄好无啦中国话无，所以伫中国话内底呢，无、波即两个音伊分袂出来，落音甲清音伫中国话无分啦，伊听袂出即个无啦所以呢，这咱爱小注意一下，即个是读做无来，是啥物款的无？无仔的无滴无仔，无仔的无来咱做来念者无仔的无仔无滴无仔的无
啊，这呢，咱共款吼，咱补充一下吼，伫 IPA 内底，国际音标内底 ，P 是清浊音，啊 V 呢是落音，啊，啥物叫做落音？吼，落音就是咱人的这脑后震动呢会较明显，吼，你迄个 vibration 呢会较明显吼，脑后震动会较明显，吼，迄就是落音啦，吼，啊，咱台语呢用 V 来表示落音，这是对的，符合 IPA。颠倒中国的即个汉语拼音呢，伊是违反 IPA 的啦。伊甲 V 摕来当做清音，当做波，安尼其实是毋对的，甲 IPA 是倒并的啦。哦，啊，这呢话讲，啊，敢有影？啊，这有影无影？咱即摆科学的时代吼，这其实会当透过声谱的仪器来测量 VOT， 咱就会当来了解啦。哦。后壁呢，咱则快速我小简单讲者吼。啊 ，VOT 是啥物件？啊，声谱是啥物件？伊这 VOT 就是 Voice Onset Time， 就是声音拄发出来，哈，迄个时间点啦。啊，咱来看，伊这呢会当甲清音、落音甲送气音呢，甲量甲足清楚的。迄个语音伊的特色是啥？透过这个声谱图，就会当甲真清楚甲画出来啦。啊，你像讲。咱若台语无吼，即个落音吼，妈，咱发妈即个声音呢，咱会当测出即款的声谱图。啊，即个声谱图，咱来看遮即条吼，白唇即条呢，这就是咱喙拄拍开迄个瞬间，向拍开的时阵呢，就是即条白线。啊，你拍开了，你看这红红的，这就是你迄个妈啊，迄个音呢，哦，因为迄是。nucleus 吼，核心的即个无音吼，所以迄个能量足大诶，所以你看这红红诶，这啊，伫伊喙还未拍开进前，你来看下骹只吼，敢若草布共款安尼青青吼，啊一步这呢，这就是落音，就是你脑已经开始震动啊，你喙还未拍开进前，脑已经开始震动啊，吼啊，这咱就当测量，吼你还未拍开进前，会前几秒吼。千分之几秒呢？啊，你的震动已经出来，啊，你震动是震动偌久？吼，啊，你若震动愈久，就是所谓的愈落啦，你的落音会愈明显啦。啊，所以咱每一个人伫发即个落音的时候，拢会当测出即个时间点，吼，就是讲伊偌落，啊，伊即个落音吼长度是偌济，是千分之几秒安尼啦，吼。啊，过来咱来看，像这是清音的声谱图，你像讲巴。你发巴的时阵，你测出来就无啊。好，你看，伊遮就无迄个明显的迄个草布啊，就即条瞬间的喙拍开瞬间，吼，伊即个啊的音就出来。啊，伫喙还未拍开之前，拢无量袂着即个脑后的即个震动的即个即个图出来吼。啊，过来，咱再来看这送气。你若是拍的时阵呢，你来看哦，即条白唇是咱的喙拄拍开的瞬间。啊！你喙拄拍开了呢，伊一个短的时间，你来看，即段时间拢无啥红色的，这就是你个空气啪，吼，你迄个空气拄出来，吼，啊，你空气出来济也少呢，会影响着即段时间，吼，啊，所以呢，你来看，即段时间，这就是你空气，就是你清，你即个送气呢，有送偌济，拖愈长，你个气愈济嘛，啊了呢，气了呢，才开始迄个啊的声音才去出来。吼，以上这就是三种的即个清音、落音甲即个送气音伊的特色啦。吼，啊，咱若会当甲即个英语来比较呢？你看吼，台语甲英语，咱有即个测量出来。即台语是我测的吼，啊，英语咱是引用别人的资料吼。啊，这测出来时，你通看吼 T， 这就是台语的。吼，咱咧发无的时阵呢，你通测出讲伊即个 VOT 的时间点呢，吼，这拢是。千分之几秒啦，吼，大概是拢是-60到100时之间，吼，啊嘛有一，啊你若是台语的波呢，就清音的时阵，拢是正的，拄啊头0到40即段时间。啊，你若英语呢，拄啊好是安尼，发无呢，伊的 range 较长啦，吼，啊 range 较长的时阵，大多数你来看，伊即段呢，拄啊好甲台语的大多数拢共款，但是伊通较长起哩。啊，通较长起哩呢，伊嘛有一段，伫遮吼，伊有一段呢，
英语的伊一段是接近零的啦，接近零的。接近零就是讲伊迄个无的音呢有迄个清化现象，这是英语内底伊的落音无有一部分的小可迄个清化现象，但是不管安怎呢，伊还是落音是较济啦。咱看出来，这测出来伊是落音是较济，所以呢，咱台语的即个无甲英语的无，基本上还是较属于落音啦，两边是较符合啦，当然这是语言学的即个相关的概念啦，若咱即个学员呢，若对即个语言学若无介了解嘛无要紧，反正呢，你着甲记咧，咪是落音，无的音，袂当读对清音啦，好，以上这是针对语言学的一寡知识讲互各位了解过来，咱继续来学即个罗马字即字呢，咱读做啥？咱读做刀，刀，这是加刀的刀，这是读做刀加刀的刀，加刀，刀，这个呢，咱拄则讲过这个毋好读做讨去毋好受到 KK 音标或者是受到中国汉语拼音的影响伫 IP 的国际音标内底，这个 T 嘛是读做刀嘛是读做刀英语的 stop，这个是伊嘛是读做刀所以毋好误会讲这一定爱读做讨，这个是无送去的若加 H 就是送去的咱拄则讲加 H 起哩呢，伊就是有送去的所以樱桃樱桃的桃这是桃来，咱做伙来念一下桃樱桃的桃，樱桃桃，这是樱桃过来即字呢呢牛年的年这个呢这个呢嘛较无啥物问题啦牛年的年这个年也是呢拢会使咱若是要合音的时阵，就呢，比如呢啊那呢伊呢合音的时阵，原则上咱主音拢会加一个的音，安尼较好来斗音啦来，这个牛年的年牛年过来，这个了L 呢，这是了当了的了了当了的了当了的了当了当了的了当了这是一个当了过来这个歌这是歌这咱拄则嘛解说毋好读对科去这是歌歌牛年歌的歌也是讲物件安尼歌歌歌来歌的歌歌这是读做歌过来歌若加上 H 加上好呢，就变做科学的科科学的科来咱做伙念科学的科科学这读做科过来即个 H 单独一个时阵是读做好伊若放伫音节的头前单独一个时阵呢是读做好运河的河像讲台南的运河就河来咱做伙来念一下运河的河运河河这是河过来 G 鹅鹅的鹅这是鹅有的人讲牙，有的人讲鹅这个鹅呢鹅的鹅鹅的鹅一只鹅一只牙拢会使会讲玲珑鹅一只鹅玲珑鹅爱记这是落音G 这是落音的鹅的音毋好受到即个中国的即个汉语拼音，甲伊当做是歌是清音的但是咱即字是是落音的，然后震动会较大鹅过来咱若呢
头前甲加一个 n 起哩，变成有鼻音，这就变有鼻音啊文雅的雅文雅即个时阵雅文雅的雅来文雅的雅文雅这是的音过来即个ch 即个虽然有 h 伫遮，毋过呢，伊 ch 是两个字母夹做一组伊表示做即个音做迄个做有的人念子有的人做做的做即个音啦所以伫遮即个是无送去的即个是无送去的做做的做做真好食的即个做牛年做即个做的做来做的做做的做做牛年做的做做你若是做呢加一个 h 落去，安尼就变啥有送去即个时阵才是有送去的chh 即个时阵是有送去的，臭车的车臭车鱼后伊真臭车即个时阵就叫做臭车的车车车来咱来念一下车臭车的车臭车臭车车即个物件真车真臭车车过来即个 s 说说还是讲诗拢会使说说圆仔的说沙沙物件的沙说圆仔这是诗的音啦说说圆仔说圆仔说这是 s 读做说说圆仔的说说圆仔说来搁一届说圆仔的说说圆仔说所以这是诗过来即字即字较特别日即个音呢即摆豆豆咧失传这算较古音啦即摆保留的较少大多数拢保留伫即个写字文字的字这呢伫无共所在伊的音会走去，有会变做了写字有会变做个写字伊原底即个音呢是写字你若看白话字内底若佫有这即个音即个符号呢就是字写字即个发音文字来咱即来看觅日文字的字文字字的音好，以上呢，这是咱台语的17个主音啦咱台语的主音呢，原则上大多数拢袂使单独发音啦母音甲主音有啥物差别？母音就是伊无受到阻碍，会当直接发音，会当单独发音，而且较大声。真红声，但主音呢，通常拢爱对母音才会当出来伊无法度家己发伊拢爱对母音，有母音的时阵，才有主音才会当出现。毋过呢，咱台语有两个特别的主音，这咱叫做音节化的主音啦伊叫做 syllabic consonant 音节化的主音，就是虽然伊是主音，毋过伊会当互音节化去单独存在。毋免有其他的母音出现这个特别咱台语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毋通的毋通的毋嘛的一个 m m 顶头加一环，这是即个声调符号啦毋嘛的啦毋通搁一届毋通咧喙合的嘛的这是即个音节化的主音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金的
即个音，即嘛介特别，伊嘛当单独当做一个音再互来主音，伊会当家己单独存在。金的金的金金也是讲先生生，迄个这顶头这呢，这是山，一个敢若山迄个火山的形这是声调符号啦NG 的伊若单独做音节化的主音，读做好，过来，咱进前有讲过呢，咱台语音节的结构，大概呢，伊会当分做4个段落，韵母内底呢，伊有核心，有介音，有韵尾，上头音节头前，上头音节头，每一个位置会当出现的即个音素有一定的规范，伫韵尾内底呢，咱拄则有讲有2大类2小类啦一个是 u 即种属于半母音，另外一种呢 b、d、g、h、m、n、ng 这属于主音，主音有7个，半母音有2个，因是会当出现伫韵尾，韵尾嘛敢若7、9个会当出现尔，剩的拢袂使出现伫韵尾，所以呢，咱即摆来看觅韵尾的主音。会出现伫韵尾的主音，即几个主音呢，伊会当出现伫韵尾，嘛会当出现伫韵头啦，著伊音节头啦，咱即摆先来讲，若出现伫韵尾的时阵呢，伊的发音呢，小可会甲音节头，伊的即个音节头遐发音会小可无共，咱即摆先来看 m 即个暗坎的暗，即个时阵呢，伊若放伫韵尾时变做你若放伫音节头前变么嘛，对无？你若放伫音节后壁，就是韵尾时阵变即个时阵变做暗坎，甲坎起来，暗坎起来，暗坎即件代志的暗坎，所以这个暗坎，即个时阵喙合起来喙合起来过来韵尾的即个主音，第2个就是即个 n，即个呢安，即个呢平安的安，平安安，即个呢伊嘛是会当出现伫韵尾，伊若出现伫韵头，就音节头先读做 n， 但是伫后壁是变 n，比如安变做即个音，平安的安。过来，即个出现伫韵尾呢 ，ng 伊嘛会当出现伫韵尾，伊嘛会当出现伫韵头。出现韵尾的时阵呢，就是海翁的翁，即个是变成海翁的翁，海翁翁，即个时阵呢是的音，伊若出现伫韵头呢，记一伊是的音文雅这是出现伫音节的头前，出现伫音节后壁变海翁的翁，这单独念的时阵变若加上就变做翁，海翁的翁，过来，伊即个出现伫韵尾的主音，即个波，波呢，伊若出现伫后壁。嘛会使压者压压者压者压制压者压者压即个压即个波呢，伊若出现伫后壁的时阵呢，咱台语呢，伊是无释放出来的即个音啦，unreleased，所以咱是念压，喙合起来压，喙合起来。喙袂使拍开，嘛袂有空气出来，这叫 unreleased， 无释放出来，咱就要向人动起来，喙合起来，咱袂使念波，袂使安尼。虽然伊迄个是波，但伊若放伫即个韵尾，音节的尾的时阵呢，
伊是 unreleased， 吼，就 up 就动起来，喙就合起来 up， 吼 up up up， 吼 up 一个 up， 吼。啊，过来另外一个刀，刀呢，伊是压甘蔗的压，吼压甘蔗的压，吼啊，即个呢嘛共款哦，吼，伊若放伫音节头前读做刀，若放伫后壁音节后壁的时阵呢，吼，伫韵尾的时阵，你袂使念做啊刀，袂使安尼啊，是压压，吼，迄个刀的音的迄个音就弱化去啊，啊压。伊是 unreleased， 吼，无释放出来迄音啦，就压，就向上动起来，压，吼，压甘蔗的压，吼，压。啊，即个呢，咱伫发的时阵呢，甲拄则迄个压无啥共。你若发压 AP 呢，压喙是规个合起来，啊，你若发压的时阵呢，喙小可开开，啊，你的喙齿尖呢会拄着顶头的喙齿环，吼，你也注意观察吼。你的喙齿尖呢，拄着顶头的喙齿环，压压压，对无？吼，压甘蔗的压，吼，压甘蔗，压甘蔗，压压压，吼，所以即个读做压咯，吼。啊，过来即个呢，读做过压水的压，吼，压水，吼，伫遐压水，压水的压，吼，啊，即个呢，共款吼，伊是 unreleased， 无释放出来，吼，压。啊，伊个喙型会无共，吼，咱 PTK 即三个喙型拄仔无共。压，即个过的时阵呢，喙会较大，会比拄则迄个报啦、倒啦，即两个会比两个较大。压，喙会开较大。压，而且呢，你喙齿拢袂去拄着任何的齿环。压，压，压，啊，这是较接近若后遐个声音。压，吼，迄个软壳啦，吼，较接近软壳遐个声音，吼，就是软腭遐个声音。压，压，吼。压水的压，压水，压水，压，压，压，吼。啊，过来 H 即个嘛是会当放伫韵尾，啊，即个呢嘛真特别吼，叫鸭头的鸭，鸭，吼。即个 H 放伫韵尾的时阵呢，伊是一个 glottal stop， 然后塌音啦，就是你嘛爱向上动起来，拢无发音，吼，就向上动起来 glottal stop， 吼，鸭，啊，喙开上大。就是 PTKH 即四个韵尾，或者是讲入声的时阵呢 ，H 是上大的，喙爱开上大的，啊啊，吼，啊头的啊，啊头，啊头，啊啊啊，喙开上大，吼，所以 PTKH 喙呢愈开愈大，啊，这是咱即个韵尾的主音，伊即几个主音的一个特色啦，吼。啊，过来呢？咱伊即四个韵尾主音呢，吼，这嘛一个入声的平字的规则啦，吼。伫即个咱拄则讲吼，韵尾 PTKH 即四个，伊会当出现伫韵尾。啊，伊这伫平字内底，伊这有一个规则，就是你若是譬如讲 am， 吼 am 即个时阵呢 am。伊若入声的时阵呢，伊一定变做 AP， 就是你的韵尾若是 M 的呢，即个韵变做入声的时一定变做 P， 因为这拄好伊的喙型共款，拢是双钝音啦。就语言音韵的特色来讲，伊拄好双钝音，所以呢 M 呢一定变做 P， 伊入声就是第四声甲第八声，伊变做 P， 啊，过来安。伊若入声的时阵变做 T， AN 会变做 AT， 啊，过来NG 做韵尾的时阵，若入声的时阵一定变做 K， 变做第四声，啊，若其他的呢，伊的韵尾毋是 MNNG 即三个，就其他的呢。变后壁无接的啦，其他的情形呢，伊一律拢变做 AH， 入声的时阵变做 AH， 所以这是拄好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规则，伊会甲即个韵尾，佮伊即个入声的一个关系啦，吼。好，过来咱就来讲爱注意的
平字啦，吼，就是一寡较定毋对一寡平字啦，吼。第一个就是电，吼，电器，吼，也是讲四呐，即个闪电四呐，吼，电，吼，电子，即个电，即个爱记住吼，咱伫白话字内底是拼做d i a n， 吼，台语的念法叫做d i a n， 第七声电，即个定定有诶人会咧拼做即个 d a n， 吼，若用英语念法就 t e n 啦，但是咱伫白话字内底呢是念做是拼做即个 t i a n， d i a n， 台语的念法 d i a n， 即个呢是因为伊历史音变啦，过来伊即有即个发音的一寡差别啦，但是呢，因为咱白话字当做文字来使用，所以基本上咱就安尼写，不管你的腔卡是讲你的历史上你的音，你的语音到底是变去到啥物所在呢？你着照你原来的念法，但是写时咱拢会写安尼啦，过来经，金钱的经，即个呢咱拼做 g a n g， 着经，这是经，k e n g， 英语的念法 k e n g， 即个呢咱着甲记一下，咱的即个英语的时咱讲 English e n g l i s h， 英语内底嘛 e n g 啊 English， 所以呢伫咱即个白话字嘛是用做 e n g， 你若教育部落摆是写做 i n g， 但是咱台语内底呢是写做 e n g， 到底是安怎较好呢？这详细会当搁为这台语的语言学来探讨，但简单讲啦，是 e n g 较合台语的英文规则啦，但这要了解呢，各位着爱搁来听咱即个台语的语言学的部分了呢，会搁较清楚总是真正你先甲记起来，这是 k e n g 经，金钱的经，也是讲经过的经，过来药，药卖菜药 e o h 药，药，这是药卖菜药，过来我，我，即个g o r 我 ，g o r 我第二声我，即个呢爱写做 o 毋好写对 u 去，u 迄是教育部的万能的写法白话字是 g o a， 英语的念法 g o a， 台语的念法 g o r 我，过来讲讲的讲g o n g， 讲，英语的念法是 k o n g， 即个呢讲伫遮虽然无一点，但是伫遮呢是读做 o， 这嘛爱记一这是因为咱台语白话字当做即个文字来使用啦，所以呢，只要你若即个你若单独一个出现是读做 a， 但是伊后壁若佫有接其他的语音，接其他音素呢，即个自动就变做 o 的音所以 on， 你毋免佫飘一点，伊自然就变做 o，所以咱因为当做文字书是要甲方便简化所以就毋免佫点迄一点 o 啦，所以爱记住单独一个是读做 a， 但是后壁若佫有接其他的音素语音伫的时阵，伊其实是 o 的音所以这是讲过来会年会的会，也是讲再会的会h o a 会第三声这 o a 共款即个呢伫白话字内是爱写做 o o a 你若教育部万能是 u e 啦但这呢咱进前讲无因为时咱有讲过咱台语即个拼做 o 是较合台语的音韵系统啦较合台语的音韵啦这是几个爱注意的即个台语的拼音这就是大家爱小记者这样人记会起来，应该即个台语的罗马字就会当真完整来甲学起来啦